呢啲係咪所謂外星文化呢？就請觀眾你哋自行去判斷啦。嗱，以下落嚟咧，我哋將會播放解剖外星人嘅全部過程㗎噃。嗱，呢位不願透露身份嘅攝影師咧，佢喺拍攝完碎片之後，喺47年嘅7月就去到達拉斯市拍攝2個外星人嘅解剖過程嘅。其中一個解剖過程係咁樣嘅，佢哋首先由頸部開始，跟住落去胸部，然後劏到落去腹部，最後呢就翻上嚟雙眼，跟住就係切割開個頭部嘅。咁可能以下嘅解剖片段咧會引起大家嘅不安，希望大家有心理準備啦。嗱，小朋友咧最好由家長嘅陪同同埋輔導先至好收睇噃。佢究竟係咪傳說中嘅外星人？佢個頭、佢嘅四肢、佢嘅內臟、佢嘅身體結構同我哋人類有咩分別呢？佢究竟係一個生物啦，定係一具精心設計嘅大道具呢？所謂外星人，而家呈現喺大家眼前啦。佢係放喺一張睇嚟好似手術床咁樣嘅上面。外星人嘅頭部同埋眼比我哋大好多。佢有6隻手指、6隻腳趾。而以我哋地球人嘅標準，我哋懷疑佢係屬於雌性。可以睇到佢右邊大腿係嚴重受傷同埋骨折嘅。解剖人員而家準備同呢個外星人屍體進行大解剖啦。第一刀，解剖由左邊頸以後開始。我哋可以見到手術刀介落去時候，類似皮膚嘅組織係有彈性，而介落去嘅時候，又有啲似血嘅液體由皮膚內層慢慢滲出，一路好均勻咁向下滴。但係呢啲係咪血呢？呢啲液體係咩顏色嘅呢？由於呢段係黑白片段，所以答案就無從稽考。跟住咧到腹部嘅解剖啦，咁啊畫面左邊顯示啊當時嘅時間咧係10點40分。呢個畫面咧清楚可以見到有2個解剖人員，玻璃外邊仲有一個工作人員。咁房中咧就有支咪，可能係俾工作人員對話用嘅。解剖人員而家開始揭開屍體嘅胸部啦。究竟佢會唔會有類似人類嘅胸骨、有心肺等器官呢？而家整具屍體嘅胸部已經被解剖開。我哋好明顯睇到腹部有一塊圓形嘅物體，咁究竟呢塊物體同佢嘅大肚有冇關係呢？咁我哋暫時係唔能夠辨認到個別嘅器官嘅。由於當時嘅攝影器材能力所限，所以去到比較近鏡就唔能夠對焦清楚，畫像比較朦朧。而家我哋見到其中一位解剖人員喺個盤度拎起一把剪鉗，準備喺屍體嘅胸部呢一啲器官出嚟逐樣檢查。究竟呢個係咩部分嚟呢？解剖人員又要分割另一組嘅器官啦。呢一啲會唔會類似人類嘅氣管或者食道呢？我哋見到喺腹部嗰度揾到另一組嘅器官，而呢一個器官嘅體積睇嚟有成個手掌咁大㗎。解剖人員小心翼翼咁將呢個器官分割出嚟，跟住又喺裏邊再攞另一組嘅內臟啦。咁在場工作人員隨即將呢啲器官嘅形態、大小同佢嘅特質等等咧，一一咁記錄低。跟住解剖人員將剩餘嘅一個較細器官解剖出嚟，用小碗承載住。解剖到呢個時候，胸腹大部分嘅器官已經被取出。而家解剖人員開始細心咁研究屍體嘅一對又大又黑嘅眼睛啦。咦，似乎有啲發現喎。攞個鉗過嚟睇真啲，竟然眼睛表面咧揾到深色嘅膜塊喎。咁呢一塊係咩嚟嘅咧？有咩用途咧？會唔會係身體嘅一部分咧？點解咁易拎得起嘅咧？跟住就開始頭部嘅解剖啦。
呢一個傳言中嘅外星人，佢嘅頭部比我哋大好多，咁裏邊會係啲咩嘅結構呢？而佢嘅腦同我哋會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呢？我哋見到一位解剖人員用雙手捏住下顎，固定頭部嘅位置。我哋見到面部嘅肌肉頗有彈性。到咗呢個時候，頭皮已經被揭開。而解剖人員咧準備打開屍體嘅頭骨啦。頭骨裡面嘅結構係點嘅咧？可惜片段嘅質素問題，有啲組織咧就未能夠分辨嘅。由牆上面嘅掛鐘，我哋清楚睇到時間係11點30分，亦都係話解剖過程進行咗約莫1小時啦。而在場嘅工作人員係不斷將個解剖過程記錄低嘅。解剖人員而家係準備打開頭蓋骨啦。佢哋用緊嘅應該係屬於鋸嘅工具。真正解剖頭骨係咪用呢一種鋸呢？而家佢哋開始鋸開頭蓋骨啦。由工作人員嘅力度顯示，屍體嘅頭骨似乎幾硬。頭蓋骨終於被打開，睇嚟有啲類似黏膜嘅物體包住入面嘅組織。據講，外星人嘅智慧比起人類高好多。咁至於佢嘅腦組織會唔會同我哋有好大分別呢？解剖人員小心翼翼咁將腦部組織拎咗出嚟，睇嚟係非常之平滑，並冇人類腦組織所擁有嘅折紋。咁呢啲係咪外星人嘅腦部組織嚟嘅咧？到底眼前嘅一切係咪真嘅咧？呢個係咪地球上嘅生物，定係怪胎，定係傳言中嘅外星人呢？正話大家已經睇完解剖嘅全部過程啦，你哋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係真定係假呢？嗱，莫講話40年代嘅特技啊，講到話而家最先進嘅特技，有冇可能做到一個咁逼真嘅道具屍體呢？如果呢一具真嘅係即係外星嘅生物咧，咁佢嘅血同佢內臟同我哋有啲咩嘅分別咧？嗱，轉頭翻嚟咧，我哋揾到啊美國荷里活侏羅紀公園嘅特技道具製作大師咧，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個外星人嘅屍體會唔會係一個模型道具嚟㗎？咁我哋亦都邀請到香港大學嘅病理系同埋解剖系嘅學家咧，從醫學角度上面分析，做一個全面嘅探討㗎。咁轉頭我哋一齊再睇真啲，好行開。